他不是梨园中人，却执着着一份大梨园的情怀。他不做新闻评述，却追求真实的人格和真实的感慨，善意的剖析，回望的沉吟，浑然在无关尘染的人文对话，和风云百家同享时光，与燕声碰撞，悠长智慧。燕声访谈，戏院百家。人家会不待见你啊，但是人家很不待见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那么不待人见吗？我也有我的闪光点的啊。梅先生也有一句话，张先生也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唱的好听好看，气势对。就是他把我们两个人结合了，我把他领到这个路上来了，要不然我他不愿意干这个。那差不多半辈子，喜欢半辈子了。装备一定少不了。我跟你说啊，我那老伴就说我就是神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这个点，每天来带其他的字，带其他的字，慢慢生活就他就觉得他没有前途，他就觉得前途一片黑暗了。那怎么办？我说喝酒。跟老师从相识到送老师走，将近30年。将近30年。应该说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老师在一起。他看到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他一个问过去，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在团里面唱什么戏啊？我就叫他们说，快先叫老师，完了后叫外婆。当然，老师留给我的还有很多东西了。说了以后可能，那咱就不说了。观众朋友，越剧大师袁雪芬和她的学生方亚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袁雪芬说亚芬呐，你要超过我才好。方亚芬说，老师，我不可能超过你，因为我的名字叫亚芬，我只能亚于您了。老师说错，你必须叫冠芬，必须冠芬，必须超过我。这虽然是师生间的一次很平常的对话，看起来有些像玩笑，但是从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袁雪芬老师对于自己的学生方亚芬的一种殷切的期望。袁雪芬老师的艺术呢，应该说横跨了2个世纪，如今他的学生方亚芬呢，也是粤剧界的领军人物。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来自上海的袁派代表人物方亚芬，我们一起聊一聊他和粤剧的缘分。亚芬，刚才我说的那段对话，你还记得是哪一年，大概是在什么场景里说的吗？实际上，我跟老师之间的对话也并不是说在哪个场景、哪个地点，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我就说，老师走了以后，我就非常感慨的有一个，就是说，以前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走进18号这个门，现在我说大哥哥，我说要预约了，因为老师不在了。所以我可以3天2头的到老师那儿去。你跟老师是这么一种亲近的关系。对，我可以跟老师说，老师，我过来吃饭了。他说，哎呀，没有菜，那没关系。那说有什么吃什么哦。好的。就是就跟家里一样的，就跟家人一样。那我有好吃的东西，我第一个想到，哎呦，这个东西好吃的，首先想到这个我老师喜欢吃的，第一时间先要给我老师送过去给他吃。因为我家不在上海，
跟老师之间的相处，应该说比父母多得多。亚芬，你的名字一直就叫方亚芬吗？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我刚刚崭露头角，可以说啊，崭露头角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活动，张明泉那时候，哎，方亚芬，我问你，这是你的艺名吗？我说不是，我的父母从小就给我取的这个名，就方亚芬，我也没有问过我父母到底有什么意思，但是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哎，我觉得您跟袁雪芬老师的名字之间似乎也有某种，就是绵绵之中可能有种缘分。对，他是圆的，我是方的。对，他是雪芬，我是亚芬，而且我老师家里面他有一个堂妹，叫袁亚芬。哦，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姓，堂妹就叫亚芬。对，亚芬，一模一样的，就是很感慨。其实约方亚芬呢，约了很长时间了，这2年一直在约。本来是在今年的年初，亚芬答应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结果非常的遗憾，因为就是在2011年的2月19号，袁雪芬老师离开了我们。是。结果亚芬呢不能前来录制，那个时候应该说忙前忙后忙老师的事儿。对对。老师入殓之前，那些亲人至亲做的事儿，穿衣服啊、擦洗身体啊。灵堂布置啊，等等等等，你都要亲力亲为。其实袁老师的孩子们也很孝顺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是第一时间，赶到老师身边。因为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看了人家这么做。所以说老师心脏第一时间一条直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快。拿那个热毛巾、热水，必须要跟老师马上擦身，给他换衣服。那时候没想到我是学生，我就觉得我就像家里面的一份子。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是我来做的，因为老师他一走，因为2个哥哥他们个人的事情也很多，不可能叫男孩子来做事情，一定要在身体他变凉了之前，把他衣服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好。而且老师他实际上他早就已经自己有准备的。他大哥哥拿出2个，我说老师的衣服在哪里？大哥哥拿出2个盒子，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给他妹妹留的。2身2套洁白的，真的那时候看到以后非常感慨，就说哎呀。老师他一生他的信仰就是清清白白来，清清白白的走。他把自己最后走的衣服都准备好了，都是洁白的。2套里面的也是白的，外面也是白的。真的，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是把事情快点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蛮幸福。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一般的人在老师身边待的时间再长，作为子女有时候，都不一定能赶在老人的身边，给老人擦洗，给老人换衣服，把老人送走。所以亚芬应该说，其实也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就算是最后送老师一程。我跟老师从相识到送老师走，将近30年了。将近30年。应该说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老师在一起，所以说我一直说我是个幸福的人。一般能做没有碰到的、做不到的，我都碰到了，我都做到，而且我觉得我都是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是作为他的学生、子女、朋友。因为老师他一直都说，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学生也是朋友。2011年2月19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她的一生始终坚持认真唱戏、清白做人的原则，为越剧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袁雪芬1922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父亲是村里的私塾先生。袁雪芬11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戏班，听说主角1个月可以挣30块钱。
袁雪芬也想去学戏养家，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我的父亲要求我很严格的，从小在他那里上学读书他的人格力量，医生做的教育着我，他也反对我学习，生怕我怎么。但我觉得演戏不见得都是下来的，不见得都没出息的。我演一个真是，我台上一些演的让观众信我，我台底下做人也叫人家信我，难道不可以吗？袁雪芬瞒着父亲，跟着戏班开始学戏，主攻青衣和闺门旦。1936年，她跟随科班来到上海，不久便迅速走红，与小丹桂、傅全香等人合称粤剧十姐妹。随后，在进步话剧的影响下，袁雪芬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粤剧改革之路。他们在粤剧界首次建立起了正规的编戏排戏制度。剧场的老板都不要改革，他说评你3个字可以满足嘛。那我说，我们演的戏无边人找的，我不愿意。我要请编剧、导演跟我一起来改革。可是老板不肯出钱。我说你不肯出钱的话，他们对我的工资很高，1两金子一天。那我说，你们不请的话，以我的工资，我只要1/10的工资就可以了。我9/10的工资，请一个编剧，请一个导演，请一个舞美设计，跟我一起改革。在此次改革过程中，袁雪芬还不断吸收借鉴话剧和昆曲的表演方法，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表演形式。与此同时，袁雪芬以她淳朴真挚、委婉缠绵、韵味醇厚的演唱特点，创立了自己的粤剧流派——袁派。那时候的粤剧多演的都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袁雪芬却独辟蹊径，大胆地将由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搬上了粤剧舞台。此举被当时舆论称为粤剧的里程碑。他说这个戏没有恋爱故事没有漂亮的服装你看我有人看吗？我说我们1942年改革到现在，哪个戏不满足的？我的观众喜欢吃鱼吃肉，我说你让他看个蒋仁嫂比做道青菜，我说肯定他们也会喜欢嘛。我说你写出来，我来排。1953年，由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成了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风靡一时，不仅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票房纪录，并且还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殊荣，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袁雪芬的一生都致力于戏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她受命担任上海粤剧院院长期间，组织了一系列新剧目的创作，并大力培养年轻演员，时时刻刻为粤剧事业竭尽全力，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实今天雅芬给我讲起老师来，其实眼睛里一直是在湿润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很开心，雅芬，我觉得我们送老师走了，我们也算是对老师的一种安慰，也算是对自我心灵的安慰。是，实际上我说到老师，更多的是一种敬仰，一种尊敬。就觉得他在我心目当中，就像那时候我也说的，就像一座山。不仅仅是我们原派艺术的一座山，实际上是整个粤剧戏曲界的一座山。是的。就说他走了以后，就是一个时代。但是就后面这个时代，看我们怎么走。其实我想，雅芬跟她的老师袁雪芬老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不光是在粤剧界，我觉得在整个的戏曲界，这样的师徒关系都是不多见的。几乎3天2头的见面，甚至生活在一起，甚至
它不是像有些的师承关系一样，这个学生要排戏了啊，临时抱佛脚跑到老师那儿，或者通过电话传授一下，临时的磨枪，完了以后。可能绝大部分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师徒关系，但像雅芬这样3天2头的跟老师就可以见面。所以说我是非常幸福，而且幸福的我不是他的入室弟子，对不对？因为他一直说他不收学生，他不收。但是我们这层关系完全是超越了，拜不拜师徒之间的，拜不拜都不重要了，对，都不重要了。对，我跟我老师，我们曾经有一次交流，就是因为有的人。跟我说，他说：“哎呀，方亚芬，你老师为什么老说他从来不收学生？你已经唱原派唱成，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他说不应该这么说。哎，我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跟老师之间有个默契的。我说我不想打破老师他一生当中自己的那个坚持。对。我如果尊敬他，我爱他，我必须要为他的坚持而坚持着，而不需要用这种名分来为自己，或者是用形式来束缚自己，对，束缚他，束缚我，对。所以说我们之间就是真正的是有实无名，有实无名，有其实无其名，对。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老师那儿去请教他，我去了以后，他每次都会3句2句就会聊到你工作上面怎么样，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在排什么戏？你必须要周围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就都会聊到这个，你应该多为别人着想。他经常会说到他其实就像个老妈妈一样，就像个老妈妈一样。就是平时当中又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非常让我敬仰的一个师长。但是有时候呢，又觉得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妈妈。那有时候呢，我们之间聊生活当中的事情，又觉得是一个可以倾诉感情的一个朋友。是。当然，我跟他之间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敬畏感因为毕竟还有一层老师对这个关系所以说，但是我们聊的很多，有的可能我朋友之间可能也不可能聊的东西，跟老师聊，会跟老师聊。对。老师他有的东西可能，很可以说对他来说是非常私密的、私人的东西。他可能也跟你说，他也会跟我说。是的，他会征求我的意见。那时候我很一愣一愣的。那毕竟是女人嘛。但是后来女人之间的秘密。我回过头来想。老师他并不是把我仅仅当作是一个学生，是，可能也把我当作是一个倾诉的对象，一个倾诉的朋友。我老说的嘛，因为他家里3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比我大，我叫大哥哥、二哥哥，完了老3比我小，那我说我是家里老3，那个弟弟是老4，那我们2人在一起经常会要斗嘴、要拌嘴啊什么的，他经常会说：“哦呀，你们这个老3、老4真是完啊。”他实际上，他有时候也把你当成了家里的一员了。对，是。姚新文老师去世的时候呢，是89岁。对。按道理说，一个将近90高龄的一个老先生，咱们客观的说，在实处可能对你的帮助不是特别的大了。但是雅芬呢，曾经无数次的说，没事儿，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有老师在，终归还有老师在。对。但突然老师不在了，我想问雅芬的是。就是你对老师的依靠到底有多大，或者说老师在和不在的时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老师过生日的时候，我捧了99朵玫瑰。哦，99朵玫瑰，很大的一捧，很大啊！哎，我送过去，老师说你自己抱着，我抱着他上去了，他们全都做好了。我说你们别等我，也别说我在干嘛，你是给他个惊喜。对，我就拿了个大玫瑰花，啪！我说老师生日快乐，他很开心那时候实际上他身体已经不行了，不怎么好。完了以后，因为我还有工作，完了我也是提早走的。完了我抱着他，我在他脸上亲他老师，我说祝你长命百岁。我说哎呦，长命百岁太短。我说你必须要为所有的戏曲人。活过100岁，因为我说老师，你不仅仅是为越剧而活，也不是为你而活，你是为所有的爱你的人而活的。所以说我对老师，你说他80多岁，经常从言语上面会教导我，真正的从
形体啊，对什么的艺术啊、演唱啊，对，可能不会给你太具体的帮助了。但是他精神上面，精神上，你觉得是个精神依靠？对，是个精神上的，就觉得有什么事情总会一个袁老师，就像我就说他像一座山一样，能够靠在那儿，没错，能够这是我老师，我老师在，对，哎，对，任何就说越剧界的，也会说。我们有个袁雪芬，那当然，就是那种精神上的，它就是一面旗帜。对，我们不，我不习惯用旗帜，我就说老师就像我的一座山，就我们的一座山，也是一根针，我觉得我说他定海神针，我就说，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精神上的，比物质上的更重要。对对对。其实今天我们回忆老师，我们都不要沉重，因为袁雪芬老师我也多次接触。其实袁雪芬老师是一个非常开朗的、非常开明的，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也是个懂得幽默的人。因为我就知道他经常叫你，还叫你方老师。对，我老师因为他年纪大了，他很多时候可能觉得他再去教学生有点力不从心了。叫你去教，因为我现在。他也看到，也不是说收徒弟。我现在我说，老师都没收我做学生，我怎么会收你们呢？我一样的道理，我说一样的道理，你们愿意学，我都愿意教。所以说我有时候去看他，有时候老师我走了啊，晚上有点事情，他会非常幽默的，方老师再见。挺好玩的，挺好玩。他那个神态，你想起他的那个神态呢？对呀。方老师再见，我说，啊，你现在。也是老师了呀，那我叫你一声方老师呀。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是啊，我是老师了，那你是阿婆了呀。哎，所以说我带学生，那时候老师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带，那时候我不是搞一个青年原派专场嘛，以我领衔的就带一帮小青年，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人喜欢原派，让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的一批青年演员，让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完了以后，本来那天老师是要来的，因为他进医院，医生随便怎么的不让他出来，他叫家里人所有的人全部去看，来观看这场演出。完了以后，特别指定叫大哥哥要请这些小朋友们吃饭，代表我，他说要请他们。我就带着他们这帮小朋友们到医院去看他，他看到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他一个问过去，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在团里面唱什么戏啊？我就叫他们说，快先叫老师，完了要叫外婆。他看到哈哈哈哈哈，他很开心。先叫老师，再叫外婆。完了，他就说好像。对，就像隔代亲，隔代亲嘛，因为你把老师当成妈妈，你的学生你就觉得他就应该叫外婆嘛。对，他非常开心。是的，是的。那而且还跟他们讲，就说这个活动结束了，大家不能就是再不联系了啊，你们互相之间要留下电话号码，以便于经常联系，互相帮助。他其实把它看成了是一个原派大家庭了。对，我就觉得老师他可能以前。他没有这个忙于各种事务啊，可能不注重于这个。完了以后看到有那么多小青年，哎，他也非常高兴，他也觉得我在做一些实质的东西，所以说他会跟我讲，以前从来没听到老师表扬我的，他也会跟我讲，他说，哎，那么多年，可能你也会埋怨我，好像我怎么不帮你，碰到什么事情都让你去单打独斗的，或者是经历一些风雨。他说，实际上我都是在冷眼旁观的，在观察着你。他说，哎，那么多年了，他说你也吃过一些苦，也经过磨练。他说我放心。他说我放心了，因为你经得起磨练，也经得起荣誉了。他说我看到，我都看着的。你在经受困难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度过来的？完了，你得到荣誉以后，你对周围人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他说我都看着的。他说那么多年我放心。那时候一种感觉，哎呀，我有点酸酸的啊，因为毕竟那时候他已经身体很不好。去年夏天的时候嘛，已经很不好。他说这个话，实际上他把这个担子重重的压在我的肩上。
但是那时候我又不能表现出我自己很沉重，我那时候还跟他调侃我说啊，老师啊，你这个话一说，我好像感觉到一句台词，他说什么呀？千斤中的一人跳啊，他说，哎，很多东西他说都要靠人去做，总归要有一个领头，他说你辛苦，大家都看得到，哎，我现在觉得真的是这样，我的一些小朋友们真的很乖，很好，我也感受到，真正感受到一种做老师的一种幸福感。其实提到袁雪芬老师，最代表的就是《祥林嫂》了。说到这个戏呢，很多的戏迷都夸赞方雅芬演得好，演得好。但是雅芬总是自己很谦虚地说：“我只是在演，跟老师有很大的区别。”我想问问雅芬，你为什么总是强调我只是在演？我只是在继承与模仿，因为艺术必须要有人来继承，因为袁老师他这个祥林嫂，他已经是属于一个经典，他的人物已经是融入到他的骨子里面，他所经受的那个时代，他所生存的环境，他是从小看的，长大的，或者说祥林嫂身上也有老师自己的影子。经历的那种磨难，经历的那种磨难的东西，我觉得是相通的。但是他对自己表演的东西还是不满足。对，我们看他有一场戏，就是摸烛台的那个，捐完门槛以后百感交集，这场戏，我都每次看到这儿看老师录像，我都会看得热泪盈眶。他觉得这不是祥林嫂，他说自己磨难的东西加进去了。他说这不是真正的祥林嫂，但是我觉得呢不错呀。做演员往往有时候就是戏中有我，我中有戏的东西。他可能对自己觉得不应该这样，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种心情。所以说我在演老师那个祥林嫂的时候，主要是纯粹的就要看老师他一点一滴的表演，为什么要这么演。我要把它弄懂，要搞清楚他为什么手要这样，他的形态为什么这样，他的唱腔为什么？因为今后的工作，今后的继承传承，我要一点一点的做下去。所以说我在学这个戏的时候，老师跟我说戏，我回家去看片子，我是快进慢放。甚至于是放慢镜头，我就看，甚至于我一定要做到自己这个手一拿出去，就是祥林嫂，而不是说是我方雅芬的，我脑子里面一想到的就是老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看这个手，他是这样的，我就一定要做到这样，就是你一直生活在老师塑造人物的这个影子里，一直有老师的影子。特别是祥林嫂，因为我们老师留给我们的资料很少，就那个祥林嫂是经典的，也是留下来比较完整的，而且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也是他应该说是艺术鼎盛时期的一个好作品。对，但是他说要是让我年轻30岁，我还要改。就是他还不满足，咱们觉得已经是经典了。
他自己看起来还不满足。他一直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永远都觉得是一种不满足。千回万回，悔只悔当初一场一场争，到如今第二个丈夫又上面，更是一切他才明。记得特别清楚，是在06年的时候，白玉兰奖的终身成就奖，对，他这是现场说的，颁给袁雪芬老师的时候，当时呢，我那个奖杯很沉的，我在现场采访袁老师，是我替袁老师拿着那个奖杯，袁老师抱着那束花，那个奖杯非常沉。袁老师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不是我自己来领奖的，我是来替我的姐妹们来领奖的。”对，所以当观众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年事已高的、如此清醒、如此宽容大气的一个艺术家的表达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感动。对，是真的。可是我是代表越剧姐妹们来领这个奖的。我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都觉得因为那时候正好是14小时的滚动播出嘛，哎呦，我真的是只有2个字：伟大。伟大，真的挺伟大。没有一个你说在一个女性能够做到这么宽大的胸怀。对。甚至于很多人，可能对我老师不是很了解，只是看到镜头里面，我老师可能都是非常严肃的那个，一副神情，但是看了电视介绍他的滚动播出以后，打电话给我，发信息给我，他说对你们老师以前的了解，太单一了，太浅薄了，他说经过这么多时期对老师的各个方面的介绍，她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是的，她其实骨子里非常的坚强，她非常坚强，但是她也非常的柔情。在孩子们身上，在小贝身上，她非常的柔情。在她妈妈，她对母亲，对周围的朋友，她实际上都是非常柔情。她都跟你讲过。对，她会跟我讲。所以说，她实际上一个人的身上，她不仅仅只是具有一种刚强，她是一个女人，她也有柔情，所以说很多人是立体的，
他有这一面，一定会有那一面。对，他有严肃的一面，但他更多的有种幽默的一面。他自己说的，他说：“人家都说我没有幽默细胞，谁说我没有没有幽默细胞？我是有的呀，有的呀。”他说他是有的呀。老师尽管去世了，谢亚芬有没有给你留下过特别珍贵的东西，让你看到以后有种睹物思人的感觉的东西，有吗？留给你了吗？说实话，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都会心里面很难过。毕竟你说是跟着老师的大半辈子的东西，对，给你了啊。比如那时候我说我拿出来的，王东他说你拿出来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要嫉妒的啊。老师最后演出完了以后，有一个化妆箱。化妆箱给你了。他化妆箱，他说亚芬啊，他说这是我演出用过的，我也用不着了。他说你看看能用吗？还有什么东西能用的你就用，不能用的你就处理了啊。他说我用过的现在用不着了。那你想我怎么会处理呢？我打开那个化妆箱，我估计你都不会用的，一定会珍藏着。对啊，我打开那个化妆箱的时候，就跟他那个化妆箱打开就跟他的人一样的严谨。里面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每一样小东西，包括一支笔，都是每支笔上面都是套子都套好的。勒头带，都卷成一卷，拿一个小毛线扎好。一个化妆毛巾，卸妆的毛巾。那么这他们叫起来就是说一个小镜子，手照镜，就拿手里的镜子。还有一场89年还80几年的那个有一个说明书，折子戏的说明书，还有很多那个玉。所以说我不是说了以后嘛，就我们演《西厢记》的时候，身上挂的都是真的佩玉。佩玉啊，对，他以前都是自己去订。还有一个订单，身上就一粒粒那个像宝石一样的人造宝石，老师也给你了。这有个订单一大排的，就从大到小，那个以前写还是那个，写的是繁体字的，是那种，那说明他已很久了。很久了。完了他那个玉都放在哪里？像一个盒子，它一个小抽屉一样拉开来，里面下面垫的是一层棉花，放好玉佩，上面再垫一层棉花，再放玉佩，所以说。因为我们《西厢记》后来不是重排嘛，重排以后有的玉已经没有了，已经损坏了，我就把这个玉贡献出来了。但是老师走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玉只有我能用，如果哪天我不能演了这个戏，这个玉还是要还给我的。因为这是老师留给我的，现在老师走了，也是我的一个纪念品。当然，老师留给我的还有很多东西啦。说了以后可能，那咱就不说了，有的不说了啊，因为也怕有的人可能会，你讲会羡慕啊，对，老师从来怎么厚此薄彼呀？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留给我，都留给你了。但是有一个玉镯，那时候我演《西厢记》吧，刚刚排出来，他一直跟我说，演员穿了服装以后不能做，不能。把衣服弄得有一点脏啊，明白，也不能有褶皱，不能拿水袖擦脸，有汗不能用水袖去擦。他说他以前就是手上绑一块手绢，他那天就拿出一个镯子，他说你就戴在手上，一个是装饰作用，以前嘛戴玉镯很正常，对不对？你把那个手绢就缠在那个玉镯上面，如果有汗你就拿出来，背身的时候。擦一擦，千万不能拿水袖，因为这个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你要留给观众的是什么？是种美。所以说百褶裙也不能做的，只能在台上人物做，而不是你生活。明白，我明白，就在后台。所以说后台穿完服装以后，在后场就必须站在那里。所以说我现在都是这种习惯，除了我万不得已的时候，抢妆啊什么，那没办法，一般都不做。所以说这个玉镯。也伴随了我那么多年，每次我有重大演出，我都会带上，因为带上它就像，老师在身边教导我的话，我要记住，所以说我的服装，我们服装师说，方艳芬穿过的服装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在地上趴的或者怎么样，基本上
水袖、服装都是干干净净。这也是继承了老师的一种传统了。老师这么多年来，夸过你、赞美过你吗？很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真没有假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啊？唯一的一次就是那时候做方亚芬的故事吧，请他去，他就说，我知道的呀，今天叫我去就是做你的道具。今天就是做你的道具。没错。完了以后，他说，他说袁老师，你今天来了以后，那你该说说方亚芬身上有什么优点？曾经有一段视频，他在那边哈哈哈哈，在那边笑。我知道的，你们就是叫我说他几句好话呀。他在艺术上面从来到现在都没有表扬过我，他只是说，他这个人很大气，从来不去嫉妒人家。这是挺好的，这多好的评价呀！很大气，从来不去嫉妒人家。对啊，这是他对我最高的评价。唱戏先做人呐，从艺先做人呐。他就是说你的人，他肯定了你这个人，这是老师对你的最大肯定啊。所以我跟你讲，老师经过那么多年的对我的考验，才会说我放心。就是啊。他一直说的，一个人你要学唱戏，首先要学好做人。你做好了人，才能唱好戏。一个人都没做好，你怎么去唱戏？他说你是人民的灵魂工程师，你要把你的美德的东西传递给观众。你身上的行为不代表的是你个人，是一个整体。是在哪边呢？你再仔细的听啊！我在里见真听，正在想东。我去碰碰老夫人，她睡了没？我做铁骑刀枪把仗。他不要给生我离空，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地狱在小场中，他是一穷比穷，独自为搅乱之风三次用，他却为中一统，真名是把老飞过西东，关娃一球关张也，只因千古知心同情，因在我眼中。说到前不久，我们一起都参加了纪念袁雪芬老师的那样的一个纪念演出。让我很惊讶的是，方亚芬作为袁老师的弟子，无论是晚会还是后面的折子戏和大戏的演出，你都有参演。并且那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那么多的名家都打破了观众习以为常的组合、另类的组合来演唱。尤其你跟毛维涛的你们两个人的山河恋。
常庆幸的，在老师走之前的几天，我去看他，向他汇报，我说老师，我这段时间在忙什么？我说接下来我玉清嫂的那个交响版的音乐已经录好了，准备要出，因为老师的事情一来以后，就把这个耽搁了。从8月份，8月份书展上海书展的时候，把玉清嫂交响版的经典唱段先推出来，完了以后，我说老师，我已经申请文化基金，就是我把继承与发展老师曾经唱过的，和有印象但是已经不是非常经常能够听到的东西，老段子重新配器，重新演绎，老段新唱，把一些折子戏，大家都喜欢，比较戏迷朋友们跟一些学生们要学的折子戏的东西，把它全部录制完成，出版，以便于可以供给爱好者跟一些学生们可以学习。实际上我要做的就是我的一些作品的东西，喜欢的也录一部分。所以说现在在做这个工作，让大家，比方说我跟阿花的那个双列季夸夫，伴奏、唱腔，全部谱子，比方我山河恋、宋信、影派的、范派的，可以几个的。比方说像老师以前唱过的，像《相思树》啊、绝代艳后啊这些作品，一些可以作为折子戏的，把它弄出来。那大家有手上有东西，他就可以学嘛。包括我这次的玉清嫂，因为很多人都想学玉清嫂的唱腔，所以说我们这次出版的是把剧本、唱腔、谱子、唱伴奏作为一整套的出版，就这样比较全面的可以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学习的资料，因为老师留给我们的东西少，我要弥补这点，弥补这个东西。尽管说起来，哎呀，做件事情也不容易哈。再说我这个人面子又比较重，又不想，有时候会，比方说白先生你是我朋友，我说哎延生啊，你赞助一点，我会觉得心里面我有一种负担。那我能够我自己做到的，我就我自己做。我明白。其实我相信袁学文老师，所以说他那天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看得我逆心哭。所以我想袁学文老师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学生，他也感到很高兴，很欣慰。我有事实上开玩笑说，有时候又自己开展表扬自我表扬嘛，就说，哎呀，有时候想想我老师真有眼光。或者客观的讲，作为无论如何也不算太年轻的雅芬，正好担当起了这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任。我觉得把原派也好，把越剧也好，有能力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一是身体力行，二是教学生，三就像你说的，用大量的音像资料对保留下来，留给后人，留给那些喜欢他们的戏迷朋友，让他们也来学唱。对，非常好的方式。这就一定要发扬光大嘛。发扬光大。你有东西可以让人家学。你要是没有东西，人家拿什么呢？他们很辛苦，就经常要自己去记谱子。完了以后再找琴师帮他们拉。包括我们这次袁老师纪念专场里面，我排的楼台会，也准备作为一个经典的折子戏，把它录制完了以后。可以供给我说，现在学生们要参加比赛什么，很多资料太少，不像别的流派有很多，像类似于像楼台会这样的，有唱有表演的，也必须要把它做成，甚至于我的心愿就是说，在老师周年的时候，能够把袁老师的《梁祝》能够推上舞台。其实说到前不久，我们一起都参加了纪念袁雪芬老师的那样的一个纪念演出。让我很惊讶的是，方亚芬作为袁老师的弟子，无论是晚会还是后面的折子戏和大戏的演出，你都有参演。并且那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那么多的名家都打破了观众习以为常的组合，另类的组合来演唱。尤其你跟毛维涛的你们两个人的《山河恋》，
多少年都不演了，至少毛维涛他没有演过，包括他的服装，专门请兰陵设计的服装，他非常在意那天演出。他专门还帮我一起做了。是啊，你听我说呢，他那天演完出下来以后，因为没有时间交流嘛，我去的也匆匆忙忙。后来我到了下场口，我去跟毛毛交流，毛毛特别的激动，他很认真，他很认真，他很在意跟你的那样一次合作，而且他很在意那天晚上的这场演出，那当然他的状态。当然，完了以后他下来，他跟我讲，他说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亚芬是合作。我觉得那天演出啊，真的是，不是说我方亚芬有一种凝聚力，这实际上大家都冲的是对老师的一种崇敬的心理，包括你。没有，这是应该的。我觉得我这是对一个大师的他一个崇敬的心理。是的，是的，是的。他们觉得我能够站在舞台上为老师最后做一点。没错，没错。应尽的事情，他们觉得非常高兴。当然呢，那么多粤剧姐妹们能在一起，真的是那天真是让我看到了一种粤剧的大团结。对，我就是在那天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条，我说粤剧人能够这样，像天天能够一直都能够像这样一样，我们不怕粤剧不继续发展。没错，没错。那天我真的看到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粤剧观众、粤剧名家都能像纪念袁雪芬老师那样的一场专场演出一样的那样的抱成一团，对，这个剧种真的不得了，这个剧种真的不得了。而且大家都是什么都不计较的啊！这不是我的偏爱，我是亚芬，我跟你也这么讲，我非常看好粤剧的未来。是，只要我们团结。是。见过吴才先生。哦，我不是负罪，我是生喜呀。你要找负罪吗？是啊，烦劳你请他一声。请上台。负罪来了。见过负罪先生。起来，起来。呀，翠，我道你是个君子人，怎样的戏弄人家不给呀意？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信？既是将军一身份，你愿与我算不清啊！谁叫你我的手往你不听？夫人已经得了病，生死惶惑可难言，病死要紧送这份，故儿你话只管对我讲，我何尝与你算不清？此次来是我错怪了你，此次来我是他得了的，不妨事。
冯小姐到此有何关？我特地前来送书信，这封书信何人写？那湖州的妹妹名黛英，她不是凡人录取府中阿姨，此事我已早知情。那李氏想把话逼他开工，他不肯，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他要我送于湖州偏乡进。你把事情的交与我，我替你去托运那湖州厅。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书信交与我，我替你送于随行人。我不是书信，是看信，看信十来呀。我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戏迷突然在舞台上找不到雅芬了，因为身体出了点小状况，会膝盖半月板切除。外婆我要吃糖，会好听吗？对，肯定说妈妈我要吃糖，对不对？同行呢对你有一个称呼，有人叫我大首领，大首领，现在是女王，女王，对，有的在网上还叫我什么狐狸。哎呀，我说这个名字。他不是梨园中人，却执着着一份大梨园的情怀。他不做新闻评述，追求真实的人格和真实的感慨，善意的剖析，回望的沉吟，浑然在无关尘染的人文对话，和风云百家同享时光，与燕声碰撞，悠长智慧。燕声访谈，戏院百家。人家会不待见你啊，但是人家很不待见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那么不待人见吗？我也有我的闪光点的啊。梅先生也有一句话，张先生也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唱的好听好看，即是对。就是他把我们两个人结合了，我把他领到这个路上来了，要不然我他不愿意干这个。这差不多半辈子，喜欢半辈子了。装备一定少不了。我跟你说啊，我那老伴就说我就是神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这个点，每天来带其他的字，带其他的字，慢慢生活就练出来。他就觉得他没有前途，他就觉得前途一片黑暗了。那怎么办？我说喝酒。跟老师从相识到送老师走，将近30年。将近30年。应该说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老师在一起。我说我们1940年改革到现在，哪个戏不满足的？我的观众喜欢吃鱼吃肉，我说你让他看看蒋仁烧，比做这道青菜，我说肯定他们也会喜欢嘛。说到前不久，我们一起都参加了纪念袁雪芬老师的那样的一个纪念演出。那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那么多的名家都打破了观众习以为常的组合，尤其你跟毛维涛的你们两个人的山河恋，毛特别的激动，他很在意跟你的那样一次合作。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戏迷突然在舞台上找不着雅芬了，因为身体出了点小状况。是，
做了个小手术，不是个太小的手术，那叫膝盖半月板切除。外婆，我要吃糖，会好听吗？这肯定说妈妈我要吃糖，对不对？有人叫我大首领，大首领，现在是女王，女王对，有的在网上还叫我什么狐狸，哎呀，我说这个名字太难听了。观众朋友，越剧大师袁雪芬和她的学生方亚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袁雪芬说亚芬呐，你要超过我才好。方亚芬说，老师，我不可能超过你，因为我的名字叫亚芬，我只能亚于您了。老师说错，你必须叫冠芬，必须冠芬，必须超过我。这虽然是师生间的一次很平常的对话，看起来有些像玩笑，但是从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袁雪芬老师对于自己的学生方亚芬的一种殷切的期望。袁雪芬老师的艺术呢，应该说横跨了2个世纪。如今他的学生方亚芬呢，也是粤剧界的领军人物。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来自上海的袁派代表人物方亚芬，我们一起聊一聊他和粤剧的缘分。其实除了跟老师耳濡目染地继承了优良的品德之外，其实在自己的艺术个性的施展上，我发现亚芬这么多年来特别注重艺术全面性的塑造。甭说别的，就拿《红楼梦》这一个戏，你告诉大伙，《红楼梦》里这一个戏里，你都演过谁？你说我们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对吧？还是能够说出名字的？能够说出名字来的，就是你自己演过的《红楼梦》当中的角色，你都演过谁？那个我们现在经典版的里面嘛，你演的三个经典人物我都演过了。谁呀？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都演了。那是前几年都一直在演的。完了，我有一个折子戏妙玉，有一个大戏梨香院，我里面演的是地官，12灵官里面的，还有风雨大观园里面的思琪。那别的嘛，就是片段的、折子的，还有出房演出，有时偶尔客串的，可能像紫娟啊、史湘云，反正加起来也有10来个、7、8个，十来个吧。10来个，《红楼梦》里你曾经演过大大小小。他们有时候跟我开玩笑，他说：“哎，你可以一个人唱一个《红楼梦》了，唱一大台《红楼梦》。”也甭听他们忽悠你，亚芬，你知道，在你说的这些人物当中，在你塑造过的这些《红楼梦》里的人物当中，你知道，我觉得你最适合谁？贾宝玉不是，我觉得你演王熙凤最合适。反正就是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是咱们熟悉的缘故，或者我了解你的性格特征，哎，我突然觉得你演王熙凤会演得非常好。对我演林黛玉呢，你有点装，你有点装柔弱，但是你演王熙凤呢，可能就是骨子里透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霸气。我的姑嘛，老祖宗，等到那结婚正夜上，生米之人送米满，管教他孝敬真对，改不了脸，鸳鸯真
实在是平时就是缺少那股霸气。还行。就是我老师一直说的，他说你应该哎，霸气不是个贬义词啊。对，他就说人到台上以后必须有霸气的。他每次都鼓励我，就是说你应该站出来，你应该担起这个重。我说老师，我是亚分，不是冠分。你可能有意识的往后抽，但是呢，其实你还是应该往前冲一下的。你可以，可能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还没到还没大任降于我身。哎，亚芬的唱腔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你从来不刻意的模仿袁雪芬老师的声音。对。事实上，谁也不能复制别人。我是觉得您没有刻意模仿袁雪芬老师的声音，而是您根据剧情、根据人物的变化，时而清新，时而苍老。你这一点是怎么认为的？一般的学老师都是要模仿啊。感谢老师，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天地非常大。他没有刻意的把我圈在一个圈圈里面。他觉得你是方雅芬，我是袁雪芬，你不可能跟我一样，你跟我学的一模一样的话，那人家来听我就可以了，何必来听你呢？这最多人家冠你一个小袁雪芬，那你后面括号就是个死，因为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他从来不会要求你学的我一模一样。他说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人物而服务，而不是说为这个流派而服务。你说我演祥林嫂，我演崔莺莺，同样都是原派，对音色神态都有所调整，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是28少女，一个是最底层，一个是相府小姐，一个是最底层那个妇女。特别是她在那个临死的时候，她那个音色跟崔莺，我那时候有曾经一阶段也做一些小评委啊什么的比赛，那我就跟他们讲，有时候他们把很年轻的声音都学得像袁老师的祥林嫂，我说你这不是小姐，这是小姐她妈，甚至于小姐的外婆，她自己也在台上也拼命的笑，因为为什么？小年轻的声音有这样会好听吗？外婆我要吃糖会好听吗？这肯定说妈妈我要吃糖，对不对？所以说，什么身份什么年龄，你要用什么音色去塑造它，也是让这个人物立体感。为什么张生会看到还没看到崔莺的时候就是会着迷？因为他的声音。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说非常性感，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学唱流派不能把老师已经年纪大的时候的那种声音把它夸大了，人家会觉得，耶，18岁的声音出来怎么会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老师以前他也不是这个声音呀，他也曾经年轻过，为什么不去学一点年轻的时候美的东西呢？所以说。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一定要是美的，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演员，你要有正确的去处理这个，要学会这个能力。有的观众他会觉得，哎，这就是这个流派，也是误导了一批。所以说演员在台上不要迎合戏迷和观众，要引导，就显得特别重要。那怎么引导？演员要有正确的审美判断，要有自觉的文化追求。要引领这个流派，引领这个剧种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你自己作为一个演员，你一定要认清楚，我需要什么，我让观众领悟些什么。当然，所以说那时候老师也经常跟我讲，怎么样的演员就会有一批怎么样的观众。我同意，我非常认同。所以说你不要有时候是观众他是狂热的，但是你不能被他的狂热同化了，你不能被同化，但是你必须要清醒。我要引导你们走向哪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不懂得怎么去辨别于好与坏，只是一味的模仿，怎么让观众来接受我。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自己的艺术水准在不断的提高，我觉得这个鉴别能力、自己的引导力也必须的要在增强。那当然。
所以说我不唱流派也好，我就是唱的影派唱的很差劲嘛，也是偶尔唱的不大好。像比方说反串一些唱毕拍啊，包括唱七拍啊。我在北京看过你金派名剧《碧玉簪》，包括唱《碧玉簪》啊，唱七拍啊什么的。基本上好像大家都还认可你，但是一方面呢，大家又都承认你，方雅芬是原派弟子，对，是一个杰出的原派弟子，并且呢，她的全面性又可以跨流派、跨行当的去演那么多角色，不只是一个反串。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实际上老师对我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根深蒂固的可以说是。他就说。我很想做一个性格演员，但是我的条件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也是性格演员，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他说要成为一个性格演员，你要接触到比别人多得多的东西，你必须要学很多你自己身体里面没有的。可能这个人物不是我的个性，但是我要激发我潜在的。实际上做演员，你能够做一个性格演员的话，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在舞台上面可以领略各种各样的人物，可以宣泄各式各样的情感。所以说，两个奶妈，昆曲与话剧。话剧教给我们非常写实的，昆曲教给我们非常程式的，非常典雅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也是跟我的学生们，包括青年人，他们说建议他们一定要去学一点昆曲，学几则，最起码的学1则到2则折子戏。话剧现在可能是没有多大的机会去演，但是你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你要想他的表演为什么会打动你？他为什么让你投入到里面去？雅芬曾经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用绘画的特点来描摹自己曾经塑造过的人物。雅芬跟我们说说。实际上这个呢也是老师言传身教的一部分。他把那个祥林嫂是一个木刻的。祥林嫂是木刻的，哎，还真是刀削斧琢般的，有雕塑感，有厚度，有雕塑感，有沉重感的，对，那么一个人物。林黛玉呢？林黛玉，我觉得她是个水一样的女人，清新，那个水墨画。崔莺莺呢？工笔画，非常细腻的、典雅的，一点一滴色彩，都代表着她的心情。梁祝呢，实际上是一个乡村的山水画所以说他把几个经典名著都一的跟他发挥为哪种画的类型，非常。这也是老师塑造的几个经典的形象，但是你用绘画的特点去描摹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老师是神奇的，老师是全面的，他能够将身份各异、性格各异的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都可以塑造的栩栩如生，这就是大师。实际上，老师他也演过林黛玉，也演过林黛玉，但是他留下的只是一点点葬花，而且只是形象，娘落地不留丝，穿过花间，听我此
特别想问你啊，在一个流派特色极其强调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越剧里边，其实，越剧的流派与流派之间，包括这些流派的拥趸者和戏迷之间，他们都是很有个性的。我接触过，他们都非常有个性。但是我特别想问你，你说你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多样，你的这样一种特点，以原派为基础，其他的你横跨了那么多的流派，甚至是行当，哎，为什么大伙包容你呀？哎，我觉得大伙提起你来，那可质疑的声音不多，大家都在那么包容你，你觉得为什么呢？首先做人，首先一个做人，第二个就不去丑化它，不去丑化流派特点，对，要把流派好的地方发扬光大，对，还有要有一个包容心，自己要有包容心，对，我能够包容别的流派走进我的身体当中，我不排斥它。你首先你自己你不排斥它，你要告诉喜欢这个流派的人，我方雅芬虽然跟袁雪芬老师学的是原派，但是我也喜欢你们这个流派。对，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我学你们学各个流派，我也是在吸收营养。因为一个演员你不可能只学一个流派你就唱好戏。越剧能够改革到今天，它也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别的剧种的东西。那我作为一个越剧人，我吸收一点别的同剧种的别的流派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呢？而且能够把他们的那个有特点的东西，我能够在学习当中自己领悟。可能在哪一天需要我发挥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来使用。我觉得，而且对观众与观众之间，首先不要用一种敌视的或者敌对的东西。首先是一种有爱的、友情的。你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演戏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们喜欢，希望你们能够走进剧场。你如果只是喜欢让喜欢原派的观众来看，那太局限了。太局限了。我觉得，做人比唱戏更重要。其实雅芬如果在越剧界有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多面手啊，有多一些这样的戏迷对于你这样的演员的一种包容，我相信越剧不同的流派戏迷之间的那种小嫌怨会更早一天的消磨掉。实际上，他一个观众喜欢某一个流派，这也是非常正常，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在喜欢这个流派的同时，但是你不可以去贬低另外排斥另外的流派。因为每个艺术家他在成名的时候都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然他们各具特色，不然怎么会成名成家呢？他的年轻辈在继承，在发展，在发挥，在发扬，所以说我们都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觉得这是一个好演员，这是个有发展前途的演员，我们都应该包容他。我其实在很多的场合，雅芬可能你也了解的原因，我无数次的强调一个观点，我说越剧啊，对于越剧以外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越剧。对，只是我们越剧内部把它分成了这个派、那个派、那个派、那个派，是谁火了都是越剧火了。对，所以每个流派我们都应该喜欢。是。当然说偏爱谁都有。就像我们走出国门，对，我们是中国人。谁要说中国不好，我肯定跟他急一样。所以对于越剧以外的观众，你看我喜欢越剧，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眼里，这是大家庭，是一个整体。对，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不要把它分得那么的画地为牢，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我就是原派，其他的你范派，你什么派你不行。我觉得真的不能有这种较为狭隘的小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庭，是都好了，越剧才真正的好。因为我们都是身临其境的人，对，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没错。越剧好，我们大家都好。对，这看来这是我们真正喜欢越剧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期待。对。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戏迷突然在舞台上找不着雅芬了，因为身体出了点小状况。是。
做了个小手术，啊，不是个太小的手术，那叫会膝盖半月板切除，一半。对，这实际上也不是个大手术，对一般的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个小手术。但作为运动员跟演员来说，它可能会影响一个运动员的生涯，也会。你怎么摔的呗？摔的。啊，因为实际上我可以不做手术，但是因为我伤了以后吧，因为有很多合同都是跟我有关系的嘛，所以是在演哪个戏的时候？那时候演《木棉红》嘛，对，那也不能是怪人家的，因为我自己地方也比较小嘛，这个就到时候会人家舞美队的人要找我算账，他们平台没有推进去，灯暗了以后本身就是两眼一抹黑，没错，他们在舞台口没推进去，我改装跑得很急，他们没推进去就跌倒了，摔的话都说不出来，四脚朝天脚，我现在这个叫大拇指旁边这块骨头还骨裂增生，我都没去看哦，所以说那时候后来也没，当时时候就觉得疼，也没有发出来，还坚持演出的，演完完了以后呢，年轻嘛，还好嘛，不要到医院去的。但后来就不行了，就渐渐的就有在玉清嫂演出的时候，突然觉得演完了，这个脚突然就弯不起来，伸不直了。去看，那时候是中度撕裂，中度撕裂，医生叫我要保守疗法，就不要演出，就脚搁在那里养嘛，给他养伤愈，给他养好。但因为合同在身，没办法，就坚持演到后来，实在是看我不行，我们院里面专门还找了一个保健医生在后台，因为我演《千古情怨》的时候，我在后台。基本上我是一个人2个角色嘛，中间是没有什么休息的，只有就是带着这个没有做手术的腿就坚持演出，在演出完了以后，其中有一天就是玩命了，你这属于啊。其中有一天也是演《千古情怨》吧，我在抱着那条腿在哭了，因为那个保健医生过来，他说我又没办法，是要哭的呀，等演出结束以后，他让我躺到那个服装桌上面，他一摸，吓一跳。他说：“按照你这条腿，正常人我们都要叫他卧床休息。”他说：“你能够把那么强的一个戏给演下来，哇，你真坚强。”那后来就变成重度撕裂。就是，你这没有及时的去医院，那可不。但重度撕裂以后呢，我们这不是正好是五朵梅花的演出吗？五朵梅花演出，7台戏，我有5台。还坚持。对。有五场演出。不是，你是为的什么呀？你这是啊？不是，我觉得你还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的吗？但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坚持。我们5个人的名字就叫我们共同走过。院里面也是策划了很久。如果我那时候伤马上退出的话，这个活动这个计划整个全部泡汤了，全部泡汤了。就会泡汤。因为赵志刚的《千古情怨》是我演的女主角。一个人演2个角色的，一饰两角的。钱惠丽的韩非子，我演的银阳公主，她演的韩非子，我自己的玉清嫂，还有单养平的虞美人，张润红的梅龙镇，这2个大戏我没有的。完了还有2台折子戏，2台折子戏里面5个，我有3个，后面还有反串，我也有3个。那如果我那时候说我放弃，我不能演了，医生说是你肯定不能演了。你这几场戏5场，我坚持又撑下来了。撑下来，我在台上，他们说一点都看不出来。我说我能让你们，但是在台下，他们2个人都架着我走的。完了以后，医生说你再坚持下去的话，这条右腿基本上也要出毛病了。他们所以说我不怕苦，不怕累，外加一个不怕疼。这真的很悬，你如果再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要腿出了大问题。医生说了，他说你再下去的话，60岁以后就没生活质量了。就是啊，你这，尽管我很长时间，因为咱们也通过话，我知道你这个腿做手术，知道你腿有了毛病，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在做手术之前，你坚持了那么多场演出，我觉得这个是对，就是我5朵梅花演完了以后，马上进医院。那时候本来还想坚持到国家大剧院那5朵梅花的演出。后来医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呀？就是为什么呀？
那我想嘛，已经有这么我说能不能？他说你一定要坚持。那这几天，这段时间有20多天吧，可能20多天还是多少时间里面，他说你一点都不能受伤。特别是高低低的不能别一下的话，你整个撕裂就整部拿掉。所以说后来跟他说了，那么60岁以后没生活质量了，要坐轮椅了，那我不要下。他马上就把我收进去。对。他心里一片真心心。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方面，贾芬自己的性格里就很有韧性啊，就很坚强啊；另一方面，可能答应的事儿，牺牲点个人的疼痛，也要把它坚持完。这其实就是个义德，实际上责任吧。对，就是自己的一种演戏的品质。当然，除了这些坚强以外，我也知道雅芬其实在生活当中很率性、很爽朗，或者说很浪漫。我听说你就把自己的小家弄得很浪漫、很漂亮。哎呀，尽管我没去过，但是我听一些小朋友讲说，哎呀，弄得可小女生的弄的。现在这个窝呢，已经是只能算是一个窝，因为我搬家嘛，因为时间后来不越剧百年什么比较，也没好好弄。那时候那个小家真的是，我觉得家就是一个港湾。就回到家里面，就是要一个非常舒适的。现在我的那个窝，是我孩子们，就是我的学生们的港湾。他们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到我家，老师到了你那里，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你对家居的颜色特别有一套，有坚持。我喜欢白色。白色。但是我觉得白色让人很纯净，很舒适。可以，我想要点缀的时候，我可以挂任何颜色都可以。对。那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说你花心思做的东西，肯定会有收获。听说你还特别喜欢收藏杯子。以前有很多很多杯子，你如果经常到我家来，我肯定会帮你留一个杯子。杯子是什么样的杯子呢？就是喝水的杯子。陶瓷杯嘛。陶瓷的。就那个有把手的那个。有把手。各式各样的，现在不是很多。你是买的呀，还是找人做的呀，还是怎么？还是收藏来的？都是买来的。买的，我看到那个喜欢的杯子、好看的杯子，我就买的各式各样的。因为各式各样的朋友来，如果经常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经常就要认准这个杯子，以后来了就是你。他们有一种温馨感嘛。我在方月芬那里有一个杯子的，我到了以后，这个杯子是我的。就是都是极具个性的，没有重样的。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如果是一样的杯子，可能会是2种颜色的。那是非常有个性化的。同行呢对你有一个称呼，大首领，是不是因为你的苛求对于艺术上？没有，我的那个称呼很多的。有人叫我大首领。大首领。现在是女王。女王对。
现在是我自己，我现在是分头。分头，为什么叫分头呢？芬达嘛，粉丝吗？哦，粉丝哦，那我正好是分嘛。哦，分，那就芬达。有的在网上还叫我什么狐狸，哎呀，我说这个名字太难听，让人家有一种贬义的感觉啊。没有，因为我演的那个《旧风尘》啊，《旧风尘》里面那赵盼儿嘛。啊，狐狸，对，他其实是表达了一种爱意了。那我们没有贬义，他说是褒义的。他说是褒义，对呀。家常出骏马，去为贼马。说这个乐队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不协调，你马上就能指出来。但我可能对这方面比较敏感，可能比较敏感，包括我从服装也好，十几年、20年前，我演这个戏穿过的服装，我会记住。哎，错了，我以前穿的不是这个服装，他们说哦，缺乏效益。要不我在排练当中，这个戏排了一个阶段以后，我就知道这个音符、这个旋律，我表演的时候，这个是应该在哪个点。如果他少了一个人，错了，我就说，耶，这里怎么没了？他们说这个你也听得出来的。我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我要知道你们少在哪里，错在哪里。所以说我不可能，我不会做，但是我要知道这里面是有什么。所以说我们作曲也好，配器，包括编剧，我们都合作得非常好。因为一个演员，你能够读懂它里面的意思，能够把它的旋律的东西充分的发挥到舞台上面，他们就觉得你把我的东西立体化了。就像一个剧本，你把它人物竖起来了，有血有肉了，甚至于比他原来写的更好看。所以说他们从上到下，从办公室到门房间到烧水的、扫地的，都对我很好。达芬其实，我觉得你内心还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是呢，对自己完美的人，不可能太忽略别人的感受，因为技巧一定很多，所以周围的合作者呢，又不可能达到你心里当中的完美，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平衡自己的心境？
我觉得我在艺术上面可能比较追求完美，平时生活当中是整个一个马大哈。马大哈，但是我觉得除了7.15，那不是，我就是艺术上面很多方方面面，我比较追求，比较苛求，而且他们会也知道没做啊，蛮做的，但是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做，他们也喜欢这个做，因为我是对的，也是他们想要有演员大家互相在能够探讨的，但是要说到这个怎么平衡这个心境嘛，我觉得看你怎么去计较这个事情。我一直说的，我说你快乐吗？快乐。你为什么快乐？因为我比别人计较的少。因为为什么你每天都那么快乐？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计较，我就天天快乐，快乐过一天，不快乐也过一天。所以说要用一种非常快乐的心境，用一种非常自得其乐的一种幸福态。因为有时候雅芬，我们仔细想想啊，我们离那个终点，每一个人离那个终点，谁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对呀，谁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当明天不可知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快乐，那是你自己的失败。对，所以今天跟雅芬长时间的聊天，我觉得特别轻松，我觉得特别畅快。尽管我们在演出当中，你来北京，我去上海，我们之间有无数次的交流，那个都是短暂的，打个照面的。今天跟雅芬交流，我特别开心。我在想，为什么戏迷都叫雅芬女王了？我觉得这个气场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雅芬身上有一种责任感，那就是在其位，谋其职。我指的是你对原派艺术的执着和坚持，还有这份责任，勇挑重担的责任。所以我也特别相信，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雅芬带领着你的年轻的团队，把原派、把越剧能够引领得更加时尚、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我们到下一个100年再见。谢谢雅芬，谢谢，谢谢。我对我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老师你放心，我会努力演好戏，教好学生。所以这个话不是说我今天说了以后就能够过得去的，因为已经记载在记忆当中，记载在人们的心里面。我相信我老师他肯定也会非常高兴，因为从原派的爱好者演员、演唱的演员，从很少，甚至于可以说近似于无，到有，到从第一次粤女争锋、第二次粤女争锋参赛的演员选择学唱原派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多，而且现在在有的剧团里面，原派演员也是担当起了一定的主演的责任。所以说我想原派艺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会越繁荣。原来是个年轻人，他卷缩在的是文化，这今他上了京的开头路，浑身穿着鸭子腰，气息小，这人会龙开的嗷嗷叫。我上前用力去扶他，他连连去的把头摇，他病倒在此相信死，可怜他到我的力气也没有了。霎时间，同病相怜的冠军，就算生啊，也是暖意，说不清，道不明，在心中。
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岂能见死不救将他抛？我下去有了心意无休，串串对对，生出双手将他就是我的亲生，我前世的冤家。从今精神仿佛有几丫头，生活好像有一把。世上有了一个人需要我去关心，我也需要一个人陪我来照亮。我为了他烧汤烧水熬草芽，我为他缝衣缝裤缝汗毛，我为他铺上铺被铺面霜，我为他洗水洗脸擦背腰。他终于一天天好起来，背影泪里终于阳光照，他面色变红了，把两边擦亮，叹气变少了，笑声变多了，他口口声声叽叽叫得我心里扑通扑通比比跳。
千里相依相偎。